我哋早前喺唔同嘅場合都提過，北部都會區嘅發展係為咗我哋培育職專人才提供咗前所未有嘅戰略嘅機遇。北部都會區作為創新科技嘅產業重鎮，將會新增數以十萬個關於創科領域嘅職位。喺繼續睇落去之前，阿銘想請未讚好呢個專業嘅朋友仔去撳翻個讚好掣，而睇緊 YouTube 嘅你，亦希望你可以撳個訂閱掣後，再撳埋個鐘仔，咁有最新嘅政策同社會資訊，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啦。國家喺15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國際高端人才嘅集聚高地。呢個係香港對接國家戰略，實現新型工業化嘅重大機遇。我哋必須把握時機，完善職業專才教育嘅體系，培育一批又一批嘅具國際視野、掌握前沿技術嘅職專人才，為香港作出貢獻。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同埋航運中心，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但係目前職專教育同創科產業需要以更好。但我哋早前喺唔同嘅場合都提過，北部都會區嘅發展係為咗我哋培育職專人才提供咗前所未有嘅戰略嘅機遇。北部都會區作為創新科技嘅產業重鎮，將會新增數以十萬個關於創科領域嘅職位。特區政府制定香港首個5年規劃，當中突出咗北部都會區呢個嘅重點，以教育和科技嘅為引擎，推動產學研協同和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嘅發展。除了令到我哋北部都會區嘅教育城、大學嘅教育城可以為區內產業發展提供動能，北都嘅中小學配套亦都唔可以落後，尤其喺數字教育方面，絕對有條件同大學城以及產業形成更加緊密嘅聯繫互動。為此，我喺度促請政府從以下幾方面加快行動。第一，係優化職專教育嘅體系，提升國際化嘅水平。我哋可以參考國際先進經驗，加強同世界頂尖大學同埋職業嘅學院合作，引入更加多國際認可嘅課程同埋資歷架構，例如大力發展微電子、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綠色科技同先進嘅製造業等等嘅策略咧，令到我哋嘅專業嘅培訓嘅課程，增加海外實習同交流嘅學習嘅機會，等學生具備跨文化溝通同埋全球嘅視野。第二，強化產學研嘅深度融合。從產學研唔應該咧係淨係由大學開始㗎，我哋應該採用一條龍嘅人才培育嘅模式，提早喺中小學。喺中小學階段咧，已經打造好重點嘅教育嘅數字嘅教育嘅基礎。我之前咧，我自己咧中學咧就讀一間係接先修學校嘅。咁啊，細個咧，其實咧第一個中一返學咧，已經學習咧就係點樣去到整啲電路板、學電子電學嘅課程，亦都咧細個點樣去做一啲嘅輪機嘅課程。咁呢啲嘅課程咧，俾我有好大嘅啟發。其實亦都係配合咗唔同人才發展嘅需要。好多我而家嘅身邊嘅以前嘅同學咧，喺而家喺唔同嘅崗位啦，無論喺啲電子嘅行業啊、工業嘅行業咧，都係自己有啲獨特嘅手藝。所以我深信明白咧，都唔係一啲傳統嘅課程咧，去俾到佢機會。其實唔同一啲嘅課程或者一職業導向嘅課程咧，都係俾到我哋唔同人嘅發展嘅機會㗎。咁呢方面咧，我相信咧，我哋大學城咧，亦都可以咧，繼續去同我哋嘅中小學咧，去更加好嘅跨學科咁合作，令到咧鼓勵大學啦、職訓局啦、生產力局咧同埋業界咧成立更加多嘅聯合嘅研發中心，同時擴大學徒培訓計劃，以科技園嘅人才培育計劃為例，我哋咧呢個計劃咧同業界同埋大學緊密合作，幫助學生咧縮窄技能同埋職場嘅需求嘅差距。另外，政府亦都係透過稅務優惠同配對嘅資助，吸引創科企業咧參與人才嘅培育，確保學生嘅畢業嗰陣咧有實戰嘅經驗同埋有就業嘅機會，最終咧對接北部都會區一系列嘅產業嘅需求。第三咧，做好人才挽留嘅政策。過去咧，特區政府咧花咗好大嘅力度咧，去到挽留我哋人才。喺吸引人才方面咧，的確咧我哋見到取到一定嘅成效嘅，但係唔好忽略，更加重要係點樣節省成本，留住本地嘅職專人才。本地人才已經好熟悉香港嘅環境、語言同埋文化，留住佢哋可以即時投入產業，減少培訓同適應成本，就可以穩定我哋嘅人才庫。主席，人才係香港未來嘅最大競爭力。
完善職專教育，培育國際化嘅職專人才，唔單止係教育嘅政策，更加係創科發展同埋經濟轉型嘅關鍵一環。希望政府可以加快制定具體嘅方案，讓香港更好融入國家嘅發展大局，貢獻香港。多謝主席，本人謹此陳辭。